今仔日是连假上尾一天啊，高公局表示，今仔日国道5号上北侧向为透早9点塞车，可能会塞到暗时8点。因为双十宴会伫台中，国道1号台中路段可能会塞到暗时10点。一台车耐心排队等上路，这是国道5号头城交流道，早起无到9点半就开始出现上北车潮。高公局预估车10几天国道的交通量有108万车公里。除了公路塞车时段可能为早起9点到暗时8点有11点钟，其他国道上北的车流大部分集中在中昼过后到暗时。亲像国一上北、苗栗到湖口、国三上北关西到大溪，有估为下晡2、3点到暗时8点左右。国际台中都会区路段因为放烟火，可能有车侪塞车情形，会继续到暗时10点。现在其实雪隧内就已经有车多，国一的南屯到后里路段，因为今天的国庆焰火是在台中释放，所以这个路段有可能从下午2点开始就拥塞到晚上的9点、10点。7月11、2天伫东北季风影响之下，水汽依然真济。目前伫基隆北海岸已经有大水雨，依然也因为地形甲东北季风的作用，落雨较明显。要到拜4、拜5，东北季风减少，水汽才会大大减少。从礼拜3开始3、4、5、6日，其实水汽会越来越少，等于是说还是阴天，这个迎风面的区域还是阴天，但是过一个山，可能相对的就有机会有阳光露出。所以这样的天气呢，会持续至少到这个礼拜天。另外，气象专家提醒，暗时甲透早，因为辐射冷却作用明显，气温降的幅度较大，各地低温差不多20度左右。这周末伫另外一波东北季风增强之下，北台湾部分地区也出现10度以下低温的可能。记者综合报道。